中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有台湾南洋好名声嘅屏东，也是一个物产丰富嘅五米之乡。对一道嘢呢，有一群港中人，佢哋用心一步一腳印呢，守護下嘅土地，堅持用品質寫出清驕傲嘅生命故事哦。韓國啊，你看那過去一道無邊無盡嘅色色稻田，到底有乜嘅驚喜到其中呢？另外啊，一條長悠悠嘅山樹，唔是太過照顧，點都很較清甜哦。今日呢就聽到民族鄉下來去屏東，禮品上飽滿嘅色色稻料理，還有清甜嘅山樹料理，來臨。屏東因為河壩橫來出去，皮乃天發農業發達，係台灣有名嘅天然太平洋蔬菜。4年米一到畢業，天時幾經漸漸嘅熱咧，幸福行地長悠悠嘅濕濕透田水鄉，無邊無盡嘅農田風景呈現喺眼前。一色晴天嘅田當空，運輸機來來去去。田當不是跳下一群一群當地訓練嘅雜兵，為啊為家田嘅多彩多姿嘅風情，係印象當中親長嘅自然景致哦。嗨，阿公公，我來了。哦，係這一全部人嘅色色稻田哦。係啊係啊。誒，阿用啷要來咁好勢？天天嚟行啊，天天有辣哦，有辣。當姜會啷到人嘅條位咧？唔係，因為我看到我腳底下，係啊，見到渣渣咧，全部都係色色稻。我不要落菜樹啊。係啊，見到來菜，見到來菜凍醬啊。真嘅嗬。係啊係啊。大石口太高，屏東菜天客家人，人家很記阿群高，強健瘦，人當好，有大家印象地度傳統農民嘅朴實老自然。種濕濕透，已經有幾下10年嘅經驗嘅。佢老愛講當到有關頭擺人的耕種，才數時節嘅辛苦。佢開發過後，成本變大嘅，濕濕透嘅品質還較好哦。看到啊，人家特別無邊無盡，全部都係按用嘅色色稻嘅田，都係種幾塊咧？我目前是30幾級啦，啊冇多啊，係那30幾級添啊，係。冇幾多，那30幾級。呀，好，因為冇頭要進入去啊，嚇。係啊，要利用有推堂嘅大面積嗬，啊所以講自稱做30幾級，啊有嘅人咧8個級啊，推堂，哇，還有人喺8個級添。剛好看過一條我做的綁起來可能。可以啊，我就摘一兩個看看。好。是龜頭還能綁嗎？可以，綁龜頭空。係這樣，哎呦。好，可以出力啦。我根本係綁起來嘅。係。你看人家嘅跳甲啊，一個嘅吊燈結實累累安尼耶。因為見個菜樹嗬，品質當好。因為目前呢，咱們8分飽9分飽嗬。8分飽係乜嘅意思啊？8分飽嗬，因為嚟伊要成長嗬。你講等到全飽嘅時間，可能先鐵熟嘅。伊啊色澤顏色都唔會按翠啲。好啊，所以講8分飽，8分飽9分飽，哦，它的顏色、它的色澤最佳。我自己看啦，這好像就應該已經懷胎10月了，我感覺就是10分飽。基本呀，這8分飽，它10分飽就會變可能嘛。10分飽唔會變可能，但是伊會漸漸變黃色。好，變頭甲變黃色。哦，就比如講已經成熟。那邊較古啊。啊，多米邊咧都留頭種，毛豆種子，好都。邊走引啊？啊，這可以直接吃嗎？可以。真嘅啊！因為要有檢查藥費嗬，已經藥檢都通過了。已經通過誒。扒開來，好飽滿哦。嘟好3粒都了。一般都會一個豆莢3粒嗎？也有3粒，也有2粒的。少部分有細粒嘅。也可以撕開起來。所以講也唔能夠，還沒有說很熟，就表示說還有那個膜。它加個米頭啊，當像細內瓜誒，上嘅細內瓜嘅米絲。要討厭凍醬。含這哦，太甜咩？
哇，有一些水分。对啊，要特用。好吃哎。冻酱，伊也营养分哈，100公克有它也热量有580大卡。哎，它有蛋白质啦、糖类啦、胶质啦，还有那个维生素 A、B1、B2、C。哇，钙也有钙。也有磷，你看，讲安落去啊，就细细一个体会地路沙做得到安多年天。系啊，本身也营养价值quite高。濕濕透係啲中國來嘅，台灣大約喺400年前開始種，算係一年上嘅草本植物，係料理用嘅黃頭味。因為黃頭味嘅頭夾上到8分熟嘅時節，摘下來嘅刺頭夾夾長長，含上油毛，古數白金花換到毛頭。第二本，摘睇一部分嘅葉味過後，規鋪嘅包起來賣，古數換到幾頭。阿公哥，係，像你那樣種啊，看下嘅奶油冇，一早嘅吼。係，一奶種嘅環境有乜嘅限制咧？一奶質吼，當適合要毛頭。係，用哪啲奶質較適合？因為主要吼唔好有石頭啊。哦，係唔好有石頭體，吼，也是把呢灑奶混合嘅，灑奶嘅兔子來種有毛頭檔。水分吼，那種吼看人兔子吼，那普通吼從人家按壓的地方，按壓的時間吼，差不多1禮拜10日，然後不用吃水。哦，係，一禮拜不用吃水。你看我爸就知道，你看也個奶一個。凍走誒，係啊，要冇按好綁，係要冇按好，表示講伊啊吼，伊啊今物嘅，伊啊毛都很健康，哦，還健康。如果你根本也告訴講伊成熟吼，它一下子馬上就拔起來，哎，馬上就拔起來。還是青年人壯年的時候就冇按好綁，對，係。啊，我該不會是等下我老公按用一個綁哦？係啊，冇啦，更加是台灣用機器採收，吼，有機器了。誒，佢唔是講用人工，誒，用10年前、用30年前全部這樣子吧？沒有，他們是用刀子割，割了一堆，他們撐着大雨傘，就在那個太陽底下這樣，這樣拔，拔吼，然後用苗推，苗推種苗推，一推，送去工廠，就讓它繼續按太皮的樹下了，用個啥？因為你不是說要新鮮賣嘛？對啊，係啊，已經啊樹好，將啊你一推拖拉股哈，差不多1點鐘、2點鐘，一採樹好，馬上都送去工廠，工廠工廠也經過清洗，對，篩選10個，10個馬上急速冷凍，就可以先凍起來，如果要馬上包裝也可以這樣。主要係要買到哪去？現在人台灣的毛頭85%都收到日本。一般啊，都跟日本料理店裡度前菜就是食下嘅濕濕頭，咁其他就咁去咁冇做。有啊，因為日本吼，伊個季節，伊個氣候，台灣國較冷啊，它也少部分以這個有自產自銷啊，但是它也品質吼，還冇咱的台灣按好啊，也產量也冇台灣按好啊，在我們台灣吼，也蔬果類外銷出口量最大的就是毛豆，真的啊，所以講也可以講麗晶。它就是綠金，我們台灣的綠金就是這個毛豆，台灣的綠金是不是？對，雖然呢台灣哦賺取很多外匯，就是這樣，有冇強迫殺哦？就農委會一直到2014年嘅調查資料顯示，台灣濕濕透年產量有7萬噸邊呢，外銷產值有20億台幣，唔但將年年賺嚟當多嘅外匯。還係日本濕濕透進口國嘅頭名哦。呢個喺南台灣種嘅薔寶沙，人家講佢係綠金，其實意思都唔會好小哦。民族要今年第一個採樹嘅頭田啦。就這個。要今個用採樹機吼，採樹。哇！真嘅呢，而家行過嚟家就靠個機器，一樣樣規則都已經行緊採樹誒。噴上去了就都是豆莢，因為吼，更加吼，為了要節省成本，吼，更加台灣用機器，所有的人種的毛頭都用機器採樹。阿哥，我看見
不呀，当初个已经菜蔬枪诶，有冇有人带你拿到个娘嘛个啊？哦，因为吼要菜蔬机吼有菜伊个菜系吼，从也会有螺丝啊。对。螺丝诶吼要全部都改含几号偷夹吧。要含几号偷夹，伊都盐龟吼。对。盐龟即个色啊。啊，有松本朋友哈，啊有笋呢，也就可以撒的松本，也可以松本朋友。哇，这也是一种农家乐趣。你看，都要倒闭的，你们来看这边，要倒闭的就有某菜蔬豆哎，里面要扁扁笋笋啊，难免就会有暗用的吼。哇，所以古时候对亚富区的农民来讲，也是一种农家乐趣。系啊，古时候好把人家拄到干年的时间，好把嫩白的吼，2-30分人体养嘛。哦，哎呀，古时候也给，因为要好吃的东西哈，他们而且，更加也菜都一定贵新鲜啦，哦，一定都香嫩盐过去杀吧。拄到当到乡亲来顶头，盐等菜蔬机无菜下来嘅偷脚，天主们同愿意老几下头分享，係菜天然限時嘅發通，還卡係日頭嘅貼片做農社無限嘅影響哦。黃頭地都有當當嘅品種。其中濕石頭清合適用來料理，滋養又好食。離開也看過，不但現摘嘅濕石頭來去做料理了。哦，這都是現摘進來嘅濕石頭啊！談講有特別嘅靜態自己同佢做樣料理哦。Hello， 太子係冇？哎，民主來啊！哎，鄭太子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嘿。哇，你今日有特別識到按獎有啊，我來我中獎啊！正用做太子，屏東菜天客家人，身體開朗，同好太長壽嘅佢，就將屏東熱帶嘅日頭，本然燦爛嘅氣氛。對呢行開始，一啲一啲嚟累積對美食嘅熱情同興趣，對料理講求地味，一體相通，把握各種美食嘅節，自從係算係家嘅漢庭傳說，做得講係一個料理藝術家哦。太子，佢挑嘅你講我老爺攞杯挑夾先攞佢弄睇。係。嚇，咁一啲都嘅毛咧，泡泡嘅毛啊。用滾水燙過嗬，啊水烘嘅你種啊粗粗啊都。就好誒。係都正。可是不能夠濕下去嘛？嗰餐唔可以呢。不可以嗎？係啊。我見每都甜烘，就係那種沙梨古色的。啊。香港起就沙梨古色啊。那好生哦，就粗槍面冇煮過。不是，我覺得佢就種喺鮮嘅瓜誒，上色嗰種感覺。按好做一點。啊老啊吼，啊人不用蝦人。啊，也嘅蟹，落去。大哥落去講乜嘅咧？啊嚟鹽秘書不用嚟的，就是不用嚟的秘密武器。這什麼？這個秘密武器要秘密看一下。提款啊！哇！走後一起。佢就種喺鮮嘅瓜誒，上色嗰種感覺。按好做一點。只有成到嘅田烘間阿群講啊，諗下講。亞種嘅濕石頭，到台灣來講係出口嘅青苔種，行家係台灣嘅驕傲。啊，你即個在屏東細細家對安樣嘅農作會有影響冇？有啊，我哋灣細哦，讀小學嘅時節都，那係4月4號嘅時節啦，吼，都開始種濕石頭。啊，濕石頭樹上嘅時節。啊，田球灣有嗰度安尼，啲黑人冇數到，我哋都用鹽，鹽嗰度。有，我今天有看到誒。有嗰度你哋鹽有，按過呀哈嘿。老人家去鹽誒，以前我哋全部4年嚟去鹽嘅啊。哦，嗰陣細家下，路卡係有種誒。係啊，路卡都有種啊，啊全部規種誒，規個你鋪向全部都種安尼啊。係啊，我哋都鹽嗰度幾來都做嗰度安尼毛豆料理啊，濕石頭嘅料理啊。濕石頭唔但將美食好，也個油脂、維生素、礦物質、糖類，留對面相當好嘅香味就當豐富。因為只用家畜做得老肉類來比，故受油脂溫肉嘅好名聲。未因為按樣，頭擺農業社會肉類當貴，普通人還加意思濕石頭來補充身體需要嘅養分、老卵拍質咯。哇，太子，亞條按用5顏6色的食材準備好，先提出車講來做乜嘅咧？
三色毛豆。三色的，三种颜色的。好，好，今日哈，我先做嘛？先豆油，先豆油好，我先香了。好来，不要用一个用嘅酸条，因为我可能大半都按酱，有一些人唔怕得本下厨。因为我明天嘛按酱。真的，你看，对，认真的女人就有自信嘛。好，请有自信，请讲案嘞。啊，你先不用压了。先不用压嘅保守量个莹莹，然后去煸煸啦。哇，这声音也挺好，在那种炒饭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没清火色。睡觉时候。哇，啊你皮啊三色吼，啊你皮啊热。这整都清嘛，啊老老啊吼，啊那不用虾仁。啊，也个下下不用落去。好，再过来干那个嘞？啊嘞，盐秘书不用来了，就是不用来的秘密武器。这什么？这个秘密武器要秘密看一下。松露油。哇，要懂贵耶！可以啊。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提款呐！哇，哎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我觉得闻起来它的omega很高哎，很圆润的味道。这是要提嘎嘎给熊咪要吗？嘎，很贵哦。啊，慢慢多按。秘密武器。按你都好诶，哇，啊只老老。贴手袋耶。嘿哟。安永就好些，按你都可以。哇，好漂亮！而且安永强强哎，让我想到开阔的屏东大平原，很漂亮这样。太子讲，湿石头唔是做到太麻烦，简单调皮一下嘅，淋到嘅松露油来调味。無論係炒、做沙拉，也係做冷盤，都做得又香又滋嘅味鮮。接下來愛學嘅料理，以為有乜嘅本人想唔到嘅呢？睇自家天出菜嘅三色都已經炒好晒，天意嘅你有講嚟做乜嘅？心花朵朵開，心花蕊蕊開，是怎樣？吃了會愛上你嗎？是，因為個擺設出來哈，看到都係。感覺個心花朵朵開因為，嘿，我老爺的料誒全部攪落去，是不是？馬鈴薯已經整好些耶，先不用落去。OK， 所以這是不是有點像是沙拉？哎呀都不用毛豆不用掉落去哈。哦，也已經烚好誒。烚好呀，是的啦。好吃哈。烚好些啊，就唔好有嗰種長長嘅味道誒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哦。有的會輔助料理挺開真的。好啦。哈耶！哇，這顏色很漂亮哎。對呀，啊，這色香味俱全。三合亂，幾亂。但這樣用看就懂想飲食的。打做好那是假的喂。用一些鹽哈。而且這種好天然哦，又懂嗰位蛋白質，嗰一些糖。就成嘅阿韓國人來講，一個濕濕透地度啊，它有很高的熱量之外，而韓國呢又懂到嘅維生素都地度啊呢。哈，很低呢。还是我都做到東西好食，反正生意了就心花朵朵開，對啦，生意了都過一番。就講那樣的呀。好，哎呀，不用品質保證，看起就低。剛剛黑奶油是不是？黑奶油要跟米嫩子。嘿啊，不用一般咯。不用寫落去，好，幫你加哦哈。哇，呀，你甜落是懂好哎。哎呀，本地人是好吃的。真的，哎，我幫你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那要攪，幹嘛會攪到要跟馬鈴薯會變泥嗎？還是這樣就可以了？只是攪拌而已。嘿，攪拌啊。就有可能傾變麵來嘛？有可能嗎？有，給沙巴龜麵也可以哈。有溜給啦，嘿，給它吃起來有一點綿密的口感，這樣子。剛才嘅濕濕頭，我老記用做溶妝嘛？唔是，不一定要俾它會，是開有口感吼。係呀，我試試看，這樣調個蜜頭。好吃哈。發開咧。那這樣就可以上菜了嗎？可以，但冇啦。還是你等下會加工？會加工。會擺盤，擺到醬呢。等下可能都在發開都用嘅，可能會心花朵朵開啊呢。料理好嘅濕石頭沙拉，用吸餅梳吸做球形，並到貼紙嘅麵包度擺盤過後就好食嘅。另外也出可以來炒法，裝盤過後當成日本式嘅素食嘅創意料理。幾時係太子特別做嘅私房菜式咯，又到都市邊擺農嘅嗌，做出都唔掉誒，日日來去食了。太子，熊啊都按用熊蝦食飯啊，這是一個熊蝦人田中人嘅特權，它就是能夠早晨呢衝來早晨都嘅毛豆園裡面啊，按辛苦很流氓咯，個按補時間呢就都去家嘅田順風啊。
哎呀，厚厚橡树，一片悠寒啊呢。你还不会做料理哦？我看你还这么会摆盘哦，这根本已经是台饭店级的等级了嘞。呀，我对我老太给学来呀。哦。嘿，因为摆你上班归来，如果教我安尼。啊，你老太就会做厨师啊。哦。给台饭店做厨啊。莫怪刚看这个单单是炒三色豆，你就顺风标的压个什么个？春卷皮呀。哦，春卷皮婆都按讲按呢。好，那我就直接来吃吃看喽。是的。你有吃过呢吗？你看一下你今天味道 OK 吗？好，是爽口呢。吃口呢。松柏包嘅以前松露油落去啊，係啊，啲嘅皮豆嘅米絲最嗰種松露嘅香氣，老頂日嘅濕濕條下鹽，黏鹽落去，我下一車車當茶飯呢。安尼我自家兩碗飯。真嘅，哎呀，嗰東西啊，你看日本人給安吉那一個民族哦，他都把這個台灣的這種東西啊，當作係一個寶貝。大量的買進去啊，變咗好像大家都原本都撈到喺日本來一樣呢。其實係我哋台灣。對啊，而且係都屏東下來嘅。好食哈，可能是係咪鬼上食？為什麼以前有沙丁也有食咧？好食到。太姐，我總算了解，做乜我都心花累累開。原來用安醬嘅也嘅係乜嘅？也係麵包。也係小胖哦。係小胖哦。哇！做到有冇按金子？咁有松柏也嘅係乜嘅？七層插。哦，七層插蒲糕。係，炸糕。古時候就融合嘅，算是客家的風味了喲。好，我來吃吃看啊。好吃嗎？超級讚的，每一個蝦仁啊，濕濕條包熟，各位呀嘅馬鈴薯。大家呢口感全部就很飽滿、很大塊。各位呢，攞下嘅切點菜有冇？上背一些甜米絲香香的，這真係搶顏色吼。係啊，因為有吼攞一啲熟色頭嗰度吼，蔬菜一些結合，本你食起來佢爽口啊。對，一天來食，寒假係輕鬆啊呢，便秘冷嚟食啊。我名做夏用健透窟嘅時改菜，係老大作用嘅夏宴，濕濕透窟。黏液也都食材，用海苔撈麵包粉包起來，泡過後切底，放鐵質嘅椒麻醬來食。菜體食材撈菜體人嘅連接，變出也飯做蛋糕嘅好料理，係屏東里長東南甜餅特特別嘅風景。因為張磊剛說過，你很不像做吃的人呢，安講，你本身係做乜嘅嘅？我本來做導遊。哦，帶你去撩誒。咁後來用會改個做食的呢？因為係都對食的真有興趣啊！那看到好食的，我都幾來都去個吃做我都請朋友來食。你講你去做導遊，剛下那去食啊！國內也好，國外也好，食到好食的哦，幾來都去個吃做我都喊他個朋友來食，好食嘛！他個朋友講，哎呦好食咯，我都幾歡喜啊！你就都傻逼嘅，係啊！可是像你剛才沒講到啊，人家老太妹係做台廚師，你去家妹按會做出來，人媽媽還會叫我。媽媽本身都會煮啊，我哋晚上都聽到我媽媽，往我哋讓我煮，我哋都讓我煮啊。嗰種聽到媽媽做菜都台灣那種60、70年代嗰種農業沙比地度，係嗰種啊阿姊要帶老太要帶4千萬五嘅那種，而一個帶一個，嗰種年代地度，好像做一個大姐的都會自己扛起不卡煮菜嗰種擔頭吼。係啊，全部嘛安尼。我哋咧小學嘅同學全部嘛呢，嗰時候1年生，我煮嘅食、煮飯、煮菜，又話去帶老太老妹，他把有的同學第一頓去教老太老妹讀書哦，姐兼母職這樣子，去那邊有開自助餐店嘛？有開間自助餐。睇見這種按精彩成分，要做導遊，要做事咧，你得到清泰嘅快樂係乜嘢咧？出去做導遊嗬，可以出去了又有錢賺，又可以交錢到朋友。但是呢，明日做啊嗬也可以開，係嗰樣我自己又唔會放棄，我好做嘅事，嗰時我再開啲自助餐。人客本嘅回饋應該係咪動態嘅力量，對不對？
系啊，然后个是，哎呦阿祖，真好吃咯，安尼，哎呦，今日那无冬粉啊，一ăn好吃那今日无臭啊，糖都真欢喜啊。整体自嘅阿沙啲，就像佢嘅傳承原則，但要用食材嚟表現。新一批嘅係真正嚴密，後加定旅行來尋各地菜地料理文化當個嘅差別老詮釋，發現美食帶本自家嘅能量老靈感，料理出含卡有質感嘅好意思，煮食老分享，揾佢吃菜快樂，打開人生難愛一嘅舞台。屏東也特別嘅天時凍小暖，日頭曬到嘅時間當長，不少呢係種濕濕頭清好嘅天然環境，種出來嘅濕濕頭唔但搶當飽滿，還加係清抗菌嘅食材哦。接下來呢，民族帶領大家嚟認識杉樹嘅生長環境，還加佢嘅種嘅方式，可能偶然按樣運用按樣嘅食材，做出相應嘅料理呢。來去看下。哇，應該最多也特別嘅哦！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慈小蘭太子，菜地客家人，熱情嘻哈嘅佢，仲係開容笑面，本人有像阿妹樣嘅小暖親切感覺。對學祖嘅種東西嘅經驗地度，了解有關港中一件事情，聽從表入心意。乜嘅天種乜嘅東西，唔是寫用嘅，自然就做得種得太嘅，呀，就係新鮮嘅能量。嗱，蛋入來。哇，含太片哦！太片哈，都係含太片。哇，家哋全部上到含太片耶！平常時你嘅杉樹咩樣？短短一截，短啲嘛。係個長。而且你來家有冇發現？呀，含特別特別嘅烏色嘅樣嘅哦，兩層。係因為屏東嘅日頭較辣係嘛？係啊，那冇比曬啊都吼，因為發芽時節啦嘛，發芽，聽日啦吼都發唔出。哇，小蘭姐，看那個一年特別真係種到冬發咧。嗯。像樣係幾發嘅天啊？冇到2分天。2分天就按到誒。係啊。啊，人家講佢係講日頭曬，曬嘅話會發唔出芽，跟芽到那特別。芽咩？芽有係。也都係芽啊！哎，就是這個對，參出來很順順，係。我通常都是一個很好的助手的角色，而且你表講一下，客家最重要就是表炒為主，表醬，神秘武器，有皮肉嘛？強又又誒，金閃閃誒。走後一起。也都係芽啊！哎，就是這個對，參出來很順順，係。可是黑按用細細隻就做的菜係嗎？按你唔可以，按你能可以咩？按多。這麼大片才能採嗎？可是100円是你嘅杉樹咩？按用短隻聽聽。係啊，阿呀冇同樣，品種冇同樣，品種有29種。哦。按到種杉樹啊，而是一路像 Q 樣，家下嘅係什麼嘅品種誒？你呀算咩山當行嘅嗰種嘅品種，係呀算平地嘅有冇？平地種嘅對，比較適合啦。哦，家小環境講像亞皮啦，做的菜葉法，那像炭蘿蔔也甜嘅咧。呀，滷菜係咧。像你啊，特別有一個痕跡。係，個滷菜係咧。切口你是按用剪？冇用樹拗。用樹拗啊，係。係啊，為什麼每拗到合嘅咧？呀，還係歸西台搶按嘅時節都拗嘅。好，一定要按嫩嘅蔬菜，它下一路嘅就做唔得。做唔得咧，啊菜不好，一皮不硬。按嚟，哎呀，個嫩沒好，按拗啊一路。哦，這麼脆哦。係對，就差唔多一個樹枝長，啊有時個長哦。好。哎，真的好脆哦。對啊，好脆哈。好花，而且它這個感覺有那個黏黏的東西。係啊。粗粗哈，對，難怪人家講那個杉樹加是不會按貴，可見你看它這種植物的，像是植物膠質吧？對呀。小蘭姐啊，這吃叫什麼？可以，我要係弄有機的。哦，冇關係，看到嘅時候按到地度時都要倒閉嘅。係啊，冇食肉嘅。冇食肉嘅，你是看下先。
很滑很嫩哦，够嫩哈。它的笋红那种歪歪的那种植物胶之类的，再落去种系最多还卖人黏黏的，这都好啊，菇味虫，菇味虫系，好吃。山薯有条条嘅，歪條菜也條名嘅，生啲小嫩、通風養濕嘅蔬菜，熱天溫度高，上到冬假。唔過日頭總唔得曬太多，佢條條嘅酸性排水好嘅腐質奶會上到行較好。佢嘅葉片同漿，嫩葉滑又強，味健健，又脆又好食，唔愛食，係現代養生又好食嘅有機強菜喲。雖然之初唔中意嘅啊，有冇嘅病蟲害啊冇？我用嘅有機有冇嗬？像地毒絲。哦，就像地毒絲的呢。嘿，唔會有其他。唔，嘿，不是安全的事。係啊。咁種乜嘅季節嚟種嘅？最好嘅時節都冇寒天嘅時節，都等講中秋節過後咧，佢是它嘅種嘅也發芽一樣嘛，也骨盤，寒天較盤。吃那個口感啊，冇同樣也吃那些美味比較脆。按人一天有冇也乾過泡，吃起都冇按那口感出來。我哋講哦，像那個山薯啊，也都其實是比較算係年出名的，它的是野菜。對。他們在山上的地方啊，會有那種就是好像種到樹啊、筍紅就有。嗰時候這麼條白加水很貴，是因為這樣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樹好有冇比較陰涼，當然要平地有冇一條直接燒，就對下來咩？嗰時候要用2層。哦，就像係太樹皮葉嘛。哦，難怪吧，而且松柏看到有一些係灑水系統，對，給它降溫是嗎？對呀。我降溫下來。我到3到25度，它的溫度就比較適合啦。哇，你條白咧？條白你就會一開始你就剛田家就會先種野山薯。冇呀，以前係種檳榔。呀，種檳榔誒。係，一下落太熱嘅時節，又話浸到水路提囤上嚟，然後種呀喂。像樹人前按用呀，山薯都平地來種過後，假使有像條白安好冇？一下個冇好誒，條白吼，我還是摘個3-4磅了，一斤咯。咁一下咧？一下他有種嚟嘅嘛，嗬，差唔多100空安尼。差很多哦。退休嘅時節佢做安尼加減咪做。加減咪做，土筍嘅啊。土筍嘅係啊。以前土誒，就出嚟運土一下嘅，係啊，你做阿婆誒。做阿婆誒。好。因為人家種太黑黑，我看唔出來。10幾年前，看有種18歲姑娘。哎，大家硬不要衰唔落嘅。山薯係一種滋養價值豐富嘅強菜，耐抗咁耐運送到冬夜，因為天然有機種嘅，無農藥污染，當然過年期間大家搶訂食，唔但搶價值好，唔拉賣，本山薯變做另外一項屏東獨有經濟價值嘅農業特產哦。長炸下來嘅山薯又脆又強，金色色嘅，上市以來菜又上口。我開始配上料理過後，唔止幾好食的。離開太子，聽聽我嘅腳步來去好料理了。都嚟 ，Hello 林太哥。民族美女，你好，歡迎來。林中比太哥，菜地客家人，當有誠意當認真。謙又有禮貌，係太哥嘅生活餐和處事方式。遇到一老不偏愛嘅阿爸做盤，轉到家鄉來，開始係料理嘅生涯。佢常熟老方法，鹽調托食材，老傳統嘅客家鹹淡，創新進之法。遇到自家介意嘅事情，落實去做，係有錢買唔到嘅享受。大哥，今日早晨係將集進來山薯4槍誒，第一次出我講係做乜嘅？好，奶奶來做 SO 干貝醬炒山薯。哇，湯起來當高級誒！首先一早晨炸嘅咩嗬？嚟檢查一下看有嫩冇？好。所以也脆啊嗬，奶奶來看有嘅乾。當嫩啊，有嘅乾啊嗬，再看有嘅乾有冇？有乾有山薯嘅特色啊嗬。像嚟冬天嘅時節啦嗬，有乾會過盤，按嚟起來，按嚟。我嚟有啲滾油呢，呢表示滾落。哦，還有肚多講誒，又會熬一啲滾，
叫表示割菜的。哦。基本也摘个了，也平时来讲，水唔会差啦，也水唔会差，因为也干，也本身咧干。有quite盆啦，也整理过嘅，我哋就安尼，差唔多对切都做得。对半坡 ，OK， 好，差唔多比较好入口就对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冇吞落去，万一半提当风，所以有嘅，有冇？好。那除了山蔬，可能准备要宁硬做皮料，系吗？错。接下下，我哋一位胡萝卜哈，手尾可以做一啲简单的发色，讲究美观一下。安尼显得出来哈。等下就下去炒之后，青菜的吃法就是要先炸、先炒、太婆炒，就会好食。哇，切到冻泡嘅。错。民族，你还把它干净冇？会啊。喂未？刚刚阿同讲哈，你头中啊切的前半部，后半部哈麻烦切的长方形。好，这个我可以。切酱时咯，还把加罗公过后呢？迄讲什么人爱好煮食，怎会介吹也把泰国人做嘛会好咧？你是九岁哦，加本来太太从加本也给太太。相妻教子啊！真的吗？南边人哈，要生要送本太太两类法，替类法，赚钱给他花，第二朵花有钱让他尽量花。好好哦。林太哥客家客母娘嘅特质，喺讲话嘅时节完全表现出来。头摆山蔬係原住民族當個接常看到嘅好美食，東岸嘅光聽出我先白提起，也是係保證做得炒出又脆又爽口嘅山蔬嘅結咯。整理好嘅嫩葉，溜溜嘅啲滾水啲度，通一下嘅流起來，就做得正行下一步咧。好，今日嘅已經傳統湯好食嘅。西柚變到很較強幼嘅了。通過主要那咧菜本身我有亞米，那我濕嘅米絲，亞米通過以後呢，亞米絲我就係，來食咧，然後會食到也會搶菜，按個會甜嘅米絲。我通常都是一個很好的助手的角色。哦，都是很好。同我聽說。譬如哈，看有香米嘛，中國不愛糖啊，中國不愛糖，不行，導演會把我卡掉。我先俾表揚一下。表揚，那你主要要俾表揚。培根還有薑嘛，俾溜溜表揚一下。客家最重要就是表炒的功夫。有皮肉嗎？有，米絲一層一層的，聽沒出來。好來，好，也會給個牙料。SO 醬，好。秘方。好。神秘武器。哦，山蔬跟炒这种青菜最重要就是要开火快炒啊！你好，哇哦，好香哦！太白，大白这样子做呀，都会炒蓝卜子。泰国你爱用做，为什么不会用一般蓝卜子嘞？蓝卜子你可以啊，你可以用其他的小鱼干也得来做啊。就是要找出它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做，你看，要檢頭，該檢頭哈。都可以。香悠悠的，金閃閃的。OK， 快火送菜嘞。好。蒸起鍋嘅山蔬，色還係暗金暗醬，撒下來撈麵粉、卵黃、水，照定比例來調勻。這個嘢都會賣過後，泰國準備要教我能夠一出簡單又好食嘅料理了。泰國講，是愛好好用食材，一邊做一邊學，唔好數到限制，點都做得表現出食材美好嘅風味。有文有辣嘛？那來試一點油溫啊哈，很簡單，不然呢不用一點安去。看它會不會？有嗎？哦 no， 哦，有嗎 ？Yes。可以哈，接一下，有嗎？嚟更加都要為山蔬啊。三皮了。兩皮三皮。米的溫的多了。阿叔這邊三叔。也要將哈，最主要用嘅呢羅皮的醬，還有滷的那個水啊拿下，那個米粒，再加調油。要唔是加鹽，就馬上可以呈現嘞。走後一起。走後一起。要為三皮了。兩皮三皮。米的溫的多了。阿叔這邊
三索，三索，不是，好，哇，没什么，就是比按钮剖，我比剖起来，慢慢的。因为你会听见剖起来，哎，我觉得它这个剖起来型呢，很像造飞机耶，就是很像飞机。俺两个没有的比咩，乱比乱种啊，又乱比啊。会吼，会个阿肥吧。睇個做乜解愛三地夾向下鋪咧？也係將一泡一泡嘅，安尼一皮一皮有冇鐵泡？哦，所以冇口感，冇壓起來口感，所以口感會較好啊。口感安尼一啲時，因為我有一口一口，所以安尼一口安尼做。看到兩個就想到這個時節拜拜家下食呢個泡菜。人哋講以前炸下紅飯有嘛，晚些時節食嘅下紅飯，吼。就會安尼做誒。其實這真的蠻日式的，就很像是日式的那個炸物這樣子的概念。簡單炸都做得，簡單炸，好。用日本式泡東西嘅概念，自家親身調製做芙蓉嘅粉漿，其實一時都唔會困難哦。重點就係粉做唔得甜盤，泡泡嘅熱層係清淡嘅口感。另外，山酥湯過後，變到變水去煎。合適啲熱甜食嘅冷盤山酥就好食嘅，擺盤過後，水出來起伏幾了。哇，大哥，有可能今日呢唔但搶準備一個山酥嘅料理來吃，也到客家嘅種菜咩係唔吃做嘅哦。係，也講這個也段時間，這個慢慢的研究，我嘅師傅也就團隊就他可以有安尼，他可以想法，來做一啲調整。等下就好好品嘗看呐，唔過咧，家下唔叫下做嘅，就來先做嘅先來食。冇問題。你個係家用炒一個 XO 醬嘅吼。係 XO 醬，也重點都也山酥哈，本身有嘅菜土，所以就是能炸得多嘛。奇啊呢。算過新鮮啦，再加一啲嘅。你睇到嘅動車上映。係。而且啊。你啊，湯過後再個炒完嘛，第一度嘅搶出嚟甜蜜鹹菜以外啊，吃到東西，它原本我早上就會發現到給它拜拜嘞，一樣吃得到它那種滑嫩的感覺。好，吃到嘅 XO 醬，跟 XO 醬嘅米線。好，超讚的，顛覆我以前的想象啊！一般來講，較接受就會炒個藍鋪子啊。藍鋪子其實咩係很下飯，因為鹹嘛。你看用個香米啊，落個 XO 醬落去，本家吃到哇，真勁啊！不過以後沙等以後啊，這整盤我可以吃哎。慢慢吃。我超愛吃山酥的，而且啊，你看泰國你那種切都那種短短一節一節，嘟嘟厚一黑一黑的。3公分。差不多3公分，到4公分，好。好好吃。好，再過來這個係算是比較日式的哦，因為泰國講係日本式的泡呀嘅山酥，還有鐵子嘅醬料。也要醬哈，最主要用嘅呢羅皮的醬，羅皮醬。蒜蓉醬。還有滷嘅嗰啲水啊拿下，個羅皮的那個米粒，那個調油，要唔是加鹽，就馬上可以呈現嘅。喺你講西灣式啦，可以再加一些嘅，可以加一些嘅辣椒味咪所在。好，你那種醬料啊，特別係你聽到東南最多可能酥酥脆脆嘅一種感覺，好像都係吃冷搭用誒，好好吃哦。要除料理方式當簡單嘅冷盤山酥，食到食材嘅黏味，因為當時山酥特別嘅米線，你在向散開來嘅時節。口感清爽又脆甜，泰國研發出來嘅泡菜係選特別好嘅保鮮拍，加入齊齊嘅香果甜味，天然手工發酵後，米絲當特別，一食就會有黏頭，故所按到鴉片泡菜。泰國叫你都要到畢業，慢慢要到畢業啊，作為按到好料誒，年代你係做乜嘅條路啊？我以前本身係工業工廠。後來工廠石榴。錯，1990年咧，聖誕節的前一年，我接到一啲電話，我爸爸身體唔好，我爸爸我媽媽係耕田嘅，我當時係喺台北，也冇幾時節也冇想到會歸來，電話接到嚟嘢，該回落，好像咧風中嘅人立中央嘅，睇風空嘅才失敗，經常去入去。所以我靠呢兩岸部，
你隔天同我太太讲，讲我想去几个故乡来陪我爸爸过以后的晚年，过到路卡，对人开始，对人开始。可是你一开始做传艺没发，人家讲对人开始啊，万事起头难。我用的开始合作，迄老娘妈妈听下风啊，也系有去拜师弘艺呢。最先的时间我去请师傅。我都负责嘅，那人讲嘅一家店嘅同一家公司共用都产销研发财，生产的问题都搞本出事。但是我后来又发现讲，我哋嘅思想，我哋嘅理想，未必係純粹生活來做一件事情。我感到客家嘅咁嘅文化我哋傳音尤其嘅佛教一方面，係啲佢流行嘅，佢健康、佢環保嘅所以我都慢慢嘅去解請教先生、教書、朋友、同行、師傅學教嘅，也帶我師傅去學教嘅學習，自己本身也有啲看書。但係睇乜嘅行業做，唔係超過人，所以人嘅產品同服務啊，我做到唯一。其實人人生個衝人，有看過種一寡一寡你識一寡。一寡當時摘喺度嘅時間，一全部全力，夫婦，也低頭我夫婦，對，人哋人生人哋一生人嗰種一寡，人哋一條細歌，你一條一條寡，老嘅用人慢慢嚟去路，經過以後，當然再講讓我比賽，等到人最後嘅時候呢，我可以感到講哇，所以我有一啲覺悟咧，講人生係鬼苦。但是苦中無苦，苦地擺慢慢去了解伊嘅苦，苦中無甘，人生不苦，都係苦盡甘來，最重要。對傳統客家菜嘅熱情，係來自阿美蘇魯菜嘅美食，老神種高長地度文化背景引起來嘅。林太哥啲食材地度發現係單純嘅黏味。對料理地度了解生命嘅分界，用食來交朋友，得到嘅客家島本人驚喜嘅美食。到接下來，記到各種傳統嘅鹹淡精緻化，向國外市場去發展。希望用食了解民生嘅需要，串聯起客家美食和文化。屏東一頭嘅華山有華海，全台灣第二大嘅平洋，孕育出來四季當中嘅農作物，造就為南台灣清強嘅景緻。阿康哥呢用製作嘅方式來種食石頭，保留嘅台灣本身清簡單嘅秘密，還有氣甜。小蘭子呢用清鹽調嘅管理方式，為阿強悠悠嘅山樹變做清香人嘅秘密，來自土地嘅氣息。牛年家庭一條食材，用心來分享，面對料理地度來交流，傳達出青少年嘅人情味，還有美食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